聽眾，歡迎返到嚟收聽，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 喺度，我會同大家分享女人40嘅生活體驗，一齊去探討點樣喺繁忙嘅生活之中揾機會俾自己唞下氣，將沉悶嘅日常變得更加有趣。今集會同大家講下點解啲人成日都話要學習新事物，培養興趣，當然係為咗好玩同開心啦。而家就等我哋嚟講下學習到底係乜嘢嚟嘅呢？原來學習都有唔同嘅層次㗎噃。講到學習，大部分人都係諗到2歲讀 N 班，3歲讀幼稚園，然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再上埋碩士、博士完。但事實上，學習係咪真係喺離開學校嗰一刻就停止咗呢？原來唔係所有嘅學習都係咁痛苦嘅，有一啲學習會令你感覺煥然一新，令你進入心流 flow 嘅狀態，亦都係我哋上集所講到嘅嗰種令你廢寢忘餐、全神貫注到連時間流逝都忘記咗嘅最正體驗。細個開始，為咗生存同將來前程，我哋都逼住去學校返學。父母成日都係嗰句：你讀到大學畢業咯，我咪唔管你咯。嗰個時候覺得畢咗業我就可以獲得完全嘅自由啦，亦都唔需要再埋頭苦幹。點知出到嚟做嘢，真正嘅苦難先啱啱開始。一入職就要學職位相關嘅所有資訊，然後工作期間，如果你冇持續去進修，啲升職機會就留返俾其他有準備嘅人啦。唔單止咁樣啊，喺人生嘅唔同階段，我哋都會為咗某啲需要而去學習。就好似突然得咗一個比較嚴重嘅病，就要即刻去揾相關嘅資訊，到底點樣去醫治，有啲咩要戒口同特別注意嘅。如果大肚生仔，又要揾孕婦須知同育兒資訊。仲記得我啱啱大肚嘅時候，買咗好幾本書，亦都喺網上 follow 咗幾個醫生、助產士同兒童心理學家，一直喺度睇點樣去養胎，點樣生產會更加順利？到底而家又興緊乜嘢嘅教育方式？我點樣先可以做一個好媽媽呢？到 BB 出世之後，我哋又會同佢一齊重新開始探索呢個世界。嗰種學習就好似一種全新嘅體驗，而最正嘅，亦都係我今日想講最主要嘅，就係為咗開心而去學習。無無聊聊想揾啲嘢學下玩下，你唔係為咗得到啲乜嘢結果而去做呢一件事，只係單純地因為自己中意有興趣而去做。你係真正享受做緊嗰樣嘢嘅過程。腦神經科學證明，當你全程投入一啲純粹因為中意而做嘅無用之學，大腦會進入正向心理學所提及嘅心流狀態。呢一個過程唔單止會分泌多巴胺，令你感到即時快樂，更重要係佢會引發一連串嘅神經傳導物質，帶嚟一種可持續嘅滿足感。仲記得啱啱正式出嚟做嘢嘅時候，第一次接觸銀行界，我工作嘅部門係負責處理成間銀行嘅所有投訴，除咗需要對客，亦需要同銀行入面所有嘅部門溝通合作，仲要對傳媒同監管機構接觸。有時對客都未必係最辛苦啊，對住內部嘅同事先更加要鬥智鬥力，真係相煎何太急呢？當時呢個部門人手非常之不足，所以我必須要快速同大量咁學習。我記得當時真係好辛苦㗎，氣都冇時間唞，但同時我又有一種莫名嘅興奮，竟然可以喺一份工同時學到咁多方面嘅嘢。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，我亦遇上雷曼兄弟破產事件，所以我必須要學習更加好嘅溝通技巧，同金融嘅知識又大大增加啦。嗰段時期，我個腦
不停咁樣分泌壓力荷爾蒙，因為好多人一夜之間失去咗好多錢，當然會有好多情緒啦。加上龐大嘅工作量，好多晚我都做到半夜，甚至有試過幾日做通宵添。到臨近尾聲嘅時候，我決定轉工啦。我唔想一直再喺龐大嘅壓力下工作，亦都想出去睇下呢個世界，仲有啲乜嘢可以俾到我。轉咗工成為空中服務員之後，training 先啱啱開始啫，就已經要記晒大量嘅飛行安全同埋急救知識。我仲好記得當時我哋就係要識晒嗰幾本大到百科全書咁樣嘅手冊，而家已經成為回憶啦。近呢幾年呢啲手冊已經全部變晒網上版本，冇咗嗰種紙張嘅質感同實物嘅壓迫感。好多年之後，其實呢一啲知識已經成為身體嘅一部分，連瞓緊覺都隨時可以講得出逃生口號。要拎啲乜嘢急救工具同埋求生設備呢？就算已經離職，冇再做呢一份工，呢一啲曾經學過嘅嘢，對生活亦都相當有幫助。喺呢間公司入面做嘢，無論同事定客人，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，所以主要溝通語言都係英文。當然，工作上嘅溝通完全冇問題。但當我去到外地，想同人哋深入啲去傾下偈，就發現自己嘅英文能力並唔足夠。於是我就開始睇多啲美劇，聽好多英文歌，去增加自己嘅詞彙量，學習到底點樣遣詞造句，改正自己嘅口音。呢個時期嘅學習，終於唔再因為被逼，亦冇任何嘅壓力。我只係因為想成就更好嘅自己。加上本身一向我對語言都好有興趣，所以自發性咁樣去學習。慢慢越嚟越多人話我啲英文好似喺外國翻嚟咁流利，連英文係母語嘅美國人都以為我喺當地度讀過書。我諗呢個都係我嘅一個小小嘅成就。但你唔係再為咗考試成績而學，你反而會喺不知不覺間學得更加入骨。當然，我需要學習嘅地方仲有好多，但喺呢度我想表達嘅係呢種學習已經唔再係為基本生存，而係已經進入到另一個層次啦。不知不覺，人生又進入咗另一個階段。當我生咗小朋友，我就好想俾一個更好嘅媽媽我個仔。我想佢見到嘅唔係一個停滯不前，淨係耷低頭不斷努力嘅媽媽，而係一個會抬起頭同佢一齊望向前面，一齊進步同發現嘅隊友。我想用我嘅身教話俾佢知，學習係一件終身同埋好正嘅事。呢種學習同樣消耗好多能量，因為你一邊學一邊試，再喺失敗中去調整或者嘗試新嘅方法。但呢一種壓力同埋呢一種攰係非常之甜蜜，係一個甜蜜嘅負擔，令我為咗自己所愛嘅人而願意付出時間同埋精力去改善自己。有啲人會覺得遇到問題先學都未遲啦，但其實如果我哋平時累積咗一啲知識，到真正出事嗰陣，呢啲學問就係你嘅底氣。雖然未必每次都能夠完美解決，但親身經歷嘅磨練會令原本嘅學識真正變成智慧，令你每一次都可以行得比上次更遠。而家我都仍然會為咗自己嘅目標同興趣而去學習。今年開始，我就學習點樣去做 podcast， 每一集都要做好多資料搜集、內容鋪排，點樣去用聲線演繹。每次我都既興奮又投入。我想利用自己嘅聲音同大家圍爐取暖，一齊講下女性嘅日常同心理健康嘅話題，帶俾呢個世界更多嘅正能量。呢樣嘢會令我進入心流狀態，大腦不停咁分泌多巴胺，幸福感滿滿。講真啦，嗰啲睇嚟冇乜用，
但我哋好想做、好鍾意做嘅事，先至係令我哋最感到幸福嘅。既然想學，就去學啦，唔好等到你有多啲錢或者得閒嘅時候先去做。人生有好多嘢，過咗嗰個階段，你嘅體驗就會完全唔一樣。特別係如果你啲興趣係比較劇烈嘅運動，好似滑雪、跳舞咁，趁我哋後生仲行得走得，好快啲完咗個夢佢啦。5年後嘅今日，你嘅身體同心理狀況都已經再唔一樣啦。喺呢度，我想同你坦白，係關於我係學日文，連半桶水都冇嘅事。由細到大，我都好鍾意日本文化，鍾意日本嘅搖滾樂，所以10幾歲就已經走去學日文。但咁多年嚟，我三番四次咁學下又停下，係咁彈出彈入。明明我好想學，點解會停晒手嘅？以前就因為覺得呢樣嘢好似冇乜用，學完日文又可以同邊個講啊？後嚟出嚟做嘢，工作忙到將呢件事完全拋諸腦後。到結婚嗰陣啦，又因為我先生嘅緣故，就出去學意大利文，一學又學咗幾年啦。到咗而家就係因為心力分配，湊仔嘅負擔真係好大，由準備佢嘅起居、衫褲、食物，到放學後100% 嘅陪伴，我嘅能量已經用晒喺我最愛嘅人身上。當 me time 嚟到，我嘅大腦已經因為一日入面做咗幾百個微細嘅決定而超載啦。最後我選擇咗休息，而唔係學日文。如果你都有一樣嘢，學下停下，唔好內疚。我哋習慣咗凡事注重結果，如果唔係完美，或者感覺未來係模糊嘅，就覺得呢一樣嘢係冇用嘅。其實有邊個可以真正定義邊一啲嘢係真正冇用嘅呢？請記得，必要嘅知識幫我哋生存，令我哋喺呢個社會上向上爬；而嗰啲冇用嘅嘢，可以令我哋眼界更廣闊，打開我哋嘅心靈之窗，令我哋真正享受生活，享受人生。只要我哋仲有嗰份想知道更多嘅心情，就算進度再慢，甚至要暫時停低落嚟，咁樣都係一種佛系嘅自由。學無止境，唔係為咗要攞咩證書，而係保持對世界嘅好奇心。困住你嘅唔係環境，而係你對自己嘅要求，對所謂進步嘅執着。人生好多嘢都要分優先次序，但去到某個位就要醒覺，係時候將自己嘅快樂擺喺更前面嘅位置。你敷衍咩人都好，千祈唔好敷衍自己，更何況嗰樣係你自己真心喜歡嘅事物。今集就分享到嚟呢度啦，多謝你收聽，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。想繼續聽，請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。逢星期5會推出新嘅一集，喺 Apple Podcast、Spotify 同 Spreaker 都可以聽到我嘅節目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我日常生活嘅分享，就 follow 我 Instagram 同 Thread Chilling in Time。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